大家好，我係 UCC Coffee Shop 嘅Elaine，我今日會為大家帶嚟薩爾瓦多聖 Nicholas 農場嘅 Pacamara 品種。我會用咗唔同嘅烘焙度嚟到做拼配。我呢隻咖啡豆個名叫做聖 Nicholas A， 嚟自拉帕姆產區。佢位於海拔1500米嘅高山上邊。呢個地方嘅日夜溫差好大，令到佢可以栽種出好多唔同風味嘅咖啡豆。而佢喺火山土同埋溫泉水嘅種植之下，亦都令到佢有好明亮嘅酸度，亦都有好長而且 creamy 嘅餘韻。呢個農場佢只會收割完全成熟嘅果實，大大提升咗佢 clean cut 嘅精準度。而佢喺 honey process 嘅加工方法之下咧，亦都令到佢形成咗突出嘅酸味，亦都有好長而 creamy 嘅餘韻嘅。然之後再放喺架高嘅台面上面曬乾，令到佢大大提升咗佢嘅品質、口感香醇而且乾淨。所以喺糖量同埋 clean cut 嘅控制底下，令到佢唔單止形成咗酸味，亦都有好似焦糖咁嘅甜味添加咗喺咖啡裡面。呢個農場嘅所有加工過程都係喺咁嚴謹嘅之下進行，令到呢一杯咖啡充滿咗複雜嘅味道，亦都係一杯擁有豐富魅力嘅咖啡。農場嘅主人浩西加道，佢經常都會諗，究竟點樣先可以栽種出更加香、更加有特徵嘅咖啡豆出嚟呢？於是佢喺2010年嘅時候就決定咗去農場全面栽種 Pacamara。喺經過好多嘅辛苦同埋心血付出之後，最終佢都可以栽種出最好嘅咖啡豆出嚟。我因為俾浩西嘅熱情感動咗，我希望全世界嘅人都可以感受到呢一款咖啡，所以我今日就將呢一隻咖啡介紹俾大家。喺烘焙度方面，我喺160度嘅時候加入咖啡豆，之後溫度就會下降至80度左右。我喺溫度上升至160至到190度嘅時候，我就加大佢嘅熱量，咁樣做可以縮短咗香味，咁樣做可以縮短咗溫度上升嘅時間，從而縮短咗香味，增加到香味喺裡面嘅。然後我再將咖啡豆由膨脹至排出前嘅2分鐘減低佢嘅熱量，咁樣做就可以抑制到佢蔗糖焦糖化嘅效果啦。咁樣嘅話，將咖啡豆烘焙到12分鐘 medium roast 嘅時候，就會留有芒果嘅甜味。而我亦都用咗同樣嘅方法，將咖啡豆炒至13分30秒，去到 full city。而我為咗一陣間可以沖煮出一杯非常之 clean cut 嘅咖啡，我會將我嘅咖啡豆磨完之後咧，再用呢一個篩粉器再篩選一次嘅。佢過幼嘅咖啡粉會將佢揀選咗出嚟，從而可以令到佢嘅粒度一致啦，令到我可以沖煮出一杯非常之 clean cut 嘅咖啡俾大家。
而家我就將農場主人浩西嘅心意傳遞俾大家。首先，我會準備一下我嘅 Signature Coffee 所用到嘅凍咖啡。我嘅凍咖啡同樣用咗 Signature A 嘅 Full City。Full City 嘅豆本身含有少少 citrus 嘅香氣，同埋一啲蜜糖嘅甜味。雖然佢係一杯凍咖啡啊，大家都會感受得到佢嘅甜味嘅。而家我就會將1個 gram 嘅檸檬皮加入去水裡面，咁樣做可以添加香氣啦，亦都有抗酸化嘅作用，可以令到咖啡嘅油分咧變得輕柔。而家咧，我就會先將我嘅凍咖啡咧冰鎮備用嘅。
家送上我嘅綜合咖啡。評判可以先聞一聞佢哋嘅香氣，有啲甘蔗同埋水蜜桃嘅氣味。入口咧就有啲黑朱古力嘅回甘，亦都有啲紅提子嘅酸。body 非常之柔和圓潤，亦都有好長嘅餘韻。請大家慢用。而家我就為大家製作我嘅 Signature Coffee。我嘅 Signature Coffee 同樣係用咗 Signature A 嘅 Full City。咁我為咗可以喺裏面加入咗佢缺少咗嘅 citrus 嘅香氣咧，所以我就揀選咗檸檬嚟到配合。評判而家可以打開你哋面前嗰個盒。較大嗰隻檸檬咧，就係我為大家揀選咗嚟自意大利 Amalfi Coast 嘅檸檬。佢嘅栽種環境同我嘅咖啡豆一樣，都係生長喺高山上面啦，四圍都有肥沃嘅火山土同埋溫泉水嚟到種植嘅。而佢嘅皮比檸檬嘅汁包含住更多嘅香氣同埋風味，所以我就想將一隻咁優質嘅材料加入去我嘅 Signature Coffee 裡面，利用佢香味嘅特徵。我一隻 Signature Coffee 我就揀選咗呢一隻 Whisky 杯，佢嘅闊口令到大家可以容易啲感受到酸味嘅散發。然後就加入冰波，冰波可以減低融化嘅速度啦，亦都可以令到咖啡快速咁降溫嘅。咁我為咗保持咖啡同埋檸檬嘅平衡，我就喺裏面加入咗呢隻同樣嚟自 Amalfi Coast 嘅檸檬所提取嘅花蜜去裡面，然後再加入少少嘅檸檬皮嚟到增添佢嘅香氣。咁我呢隻蜜糖嘅質地比較結啦，所以咧我就首先將佢放喺熱水上面，等佢融化少少先嘅，再直接加入凍咖啡裏面攪拌。評判陣間可以直接飲用㗎啦。檸檬嘅檸檬酸可以抑制到咖啡釋放出嚟過多嘅苦味同埋酸味，而呢隻咖啡豆裏面水果甜味嘅香氣，同埋呢一隻檸檬嘅 citrus 嘅香氣配合之下咧，就將呢一隻咖啡豆多樣化嘅味道表現咗出嚟啦。凍咖啡嘅味道冇改變到，但係相對地咧就多咗啲水果甜味嘅香氣，同埋一啲清新嘅氣息。呢度就有今日所為大家帶嚟嘅咖啡啦。請大家慢用，多謝晒。